講到英雄本色，大家除咗記得發哥同哥哥張國榮之外，仲記唔記得入面嗰位清純脫俗嘅張國榮女友Jackie？佢就係當年影壇嘅清純女神朱寶意。踏入2026年，呢位已經息影超過30年嘅神仙姐姐，竟然憑住幾張度假靚相再次驚豔全港網民。睇住相入面嗰個身形勁 fit、氣質優雅嘅女人，你真係好難想象朱寶意原來已經65歲啦。喺80年代嘅香港影壇，朱寶意簡直係男神收割機。佢喺《龍的心》做過成龍女友，喺《奇緣》同周潤發做對手戲，更因為同吳奇隆合作《小俠龍旋風》，憑住嗰份仙氣飄飄嘅古裝扮相，成為咗史上第一代嘅神仙姐姐。當年嘅佢五官甜美，係無數男士心目中嘅完美情人。可惜女神嘅演藝之路並唔係一帆風順。90年代初，朱寶意嘗試轉型行性感路線，甚至同湯鎮業喺《心跳時刻》有大膽床戲，仲拍過3級片《聊齋之玉燕三娘子》。可惜呢兩部話題作都未能令佢事業再上高峰，最終佢喺1994年毅然選擇淡出幕前，消失喺大眾視線。息影後嘅朱寶意，人生故事同樣令人唏噓。據知佢當年低調嫁俾一名內地富商，生咗個女，但最後竟然係離婚收場。多年嚟，朱寶意選擇做一個堅強嘅單親媽媽，獨力湊大個女。佢並冇因為婚姻失敗而頹廢，反而遠赴德國學習花藝。之後喺上海開設花藝教室，將生活過得好似花一樣咁寫意。依家嘅朱寶意，除咗自己 keep 得好之外，最令佢自豪嘅應該就係佢個女恩慈。個女完全遺傳咗阿媽嘅優良基因，五官深邃，身形高挑，依家已經係一位平面設計師兼國際品牌模特兒。見到個女咁出色，朱寶意呢份下半生嘅功課可以話係攞足晒滿分。由當年大銀幕上嘅清純女神，到經歷過事業低潮、婚姻離異，再到今日優雅自在嘅花藝導師，朱寶意用咗65年嘅時間，話俾大家知，一個女人最靚嘅狀態，唔係永遠唔老，而係經歷過風浪之後，依然可以笑得咁甜。朱寶意呢65年嘅人生，由高峰到低谷，再喺平凡中揾到真正嘅幸福。你覺得佢嘅故事最打動你嘅係佢年輕時嘅驚豔美貌，係佢面對挫折嘅勇氣，定係而家呢份雲淡風輕嘅優雅？留言分享你從佢身上睇到嘅人生智慧。記得訂閱，發掘更多歷經風霜後依然閃耀嘅傳奇人生。